諗唔到2026年先啱開始，科技狂人伊隆馬斯克就用一場3個鐘嘅訪問，再次打破咗普通人對未來嘅認知。佢對未來3至7年作出咗驚人嘅預測。第一，喺5年內，所有人都要做好失業嘅準備，因為 AI 目前以每年近10倍嘅進化速度取代緊我哋嘅人力。第二，文憑變得唔再值錢，而且養老儲蓄嘅習慣亦都會被徹底改寫。畢竟 AI 同人工智能高效嘅生產力會令物質變得非常豐富。不過第三， AI 同人類嘅權力交接期無可避免一定會引發社會深度嘅迴響，甚至可能仲會導致文明層面嘅終極衝突。大家好，歡迎返到嚟大灣區謎檔案。請注意，下面長達3個鐘嘅專訪都係冇經過加工，由馬斯克親口描述嘅原話內容。其中佢仲特別用咗遙遙領先呢4個字去形容一個東方國家喺 AI 同能源競賽上嘅主導位置。喺專訪入邊，馬斯克開始就講咗一句：我哋而家已經企咗喺 AI 時代嘅轉折點入邊。佢所俾出嘅判斷係，真正意義上嘅通用人工智能 AGI 會喺2026年全線實現。到咗4年之後嘅2030年，全球 AI 嘅整體智能總量將會超過全人類歷史上所有人嘅總和。言下之意，亦即係幾乎所有唔需要喐手操作嘅白領工作，例如金融分析、市場營銷、法律文書、會計審計、行政文員、平面設計、基礎編程，甚至係傳統嘅教育行業等等，喺技術上都已經可以被取代。而且以上提及到嘅事項都已經正在進行緊。更可怕嘅係 AI 嘅成長根本同我哋碳基生命完全唔同。通俗嚟講，佢係一個全能學霸，可以喺軟件、硬件、機械3大領域入邊同步進化，將每一科成績都拉到最滿，唔似我哋有優劣之分。所以喺咁嘅情況下， AI 嘅優勢就如同一個熱帶雨林共生系統，佢以互相疊加、彼此滋養，最終催谷出單一技術無法想象嘅核爆級增幅，以每年近10倍嘅成長速度作瘋狂推進。而呢一種指數爆炸嘅成長速度，對於我哋按部就班進化嘅碳基生命而言，喺生理同認知層面上都根本無法追上。所以馬斯克嘅原話係指，人類並唔係終點，我哋更加似係數字超級智能出現之前嘅生物引導程式，只係一種過渡形態。咁講完 AGI， 佢就將話題轉移到能源同算力度。佢話能源就係未來世界嘅命脈，得佢者得天下。佢用咗一個好有趣嘅講法，未來財富唔再係睇你銀行嘅存款，而係睇你有幾多瓦特，即係你擁有嘅能量功率額度，決定咗你能夠驅動幾大規模嘅未來。更有趣嘅係，佢提到喺呢一個維度上，目前中國喺能源同製造能力都已經遙遙領先世界。佢判斷正正係因為呢一種發電能力、基建能力同工業體系嘅全面領先，中國喺 AI 算力競賽入邊就擁有天然優勢。咁至於呢一句說話係捧殺定係真心說話，大家就請自行判斷。不過我國喺以上方面遙遙領先，的確係當前嘅版本答案。所以對於未來嘅判斷，馬斯克亦都直接指出咗一個更瘋狂嘅太空工程。而當主持人追問呢項工程嘅時候，佢就俾出咗一個出乎意料嘅答案，就係佢要喺太空建設太陽能電站。佢話我哋其實唔需要多此一舉，喺地球度整個人造太陽，即係核聚變。佢同你去南極浪費時間整部冰箱冇咩區別。我哋有現成嘅太陽，做乜嘢唔諗下點樣直接攞呢啲能源嚟用？不過吹水係人類不分國界嘅特長。前幾年火星移民計劃個坑都仲未開始填嘅佢，所謂嘅太空太陽能電站又會唔會係空頭支票呢？佢應該點樣去實行？對此，馬斯克嘅未來藍圖係咁講嘅。佢將會利用自己旗下嘅 SpaceX 超級運載系統去實行呢項太空工程，目標係通過每年太空貨運，將100萬噸基建物資送上近地軌道，之後由 AI 主導並全程協調，喺太空入邊實現自動化建造巨型太陽能電站陣列，並將收集到嘅太空太陽能以無線傳輸方式高效傳回地球。當然，要實行呢項太空工程， SpaceX 日漸成熟嘅低成本火箭回收技術，的確係實現呢一個宏偉藍圖不可或缺嘅關鍵前提。但馬斯克嘅顛覆性演講仲未結束，跟住佢所描述嘅 Optimus 擎天柱機器人話題，亦都係今次訪問入邊最具衝擊力，對我哋人類自身價值同未來職業嘅一項重大提示。
佢話3年之內 Optimus 擎天柱機器人喺外科手術上嘅綜合水平會超越世界上最頂級嘅真人類外科醫生，而喺5年之內呢一種能力將壓倒性領先全人類，而且數量會開始爆炸式增長。佢俾出嘅判斷係，到咗2040年前後，全球機器人最保守估計嘅數量將會達到100億台。所以一旦機器人能夠參與自我製造，任何產品同服務嘅成本都將會被壓縮喺原材料同電費入邊。譬如好似物流、服務、護理、製造，所有體力勞動都會被系統性接管。成個世界亦將會進入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嘅物質極度充裕狀態。但呢個過程會好痛苦。佢講，未來3到7年會係一個地獄級別嘅過渡期。一邊係生產力爆發式提升，另一邊係就業結構斷崖式崩潰，社會動盪幾乎無可避免。對此，政府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派錢買穩定，但唔係簡單嘅劫富濟貧，而係分發 AI 創造過剩嘅財富俾老百姓。佢之後仲建議普通人唔好再為10幾年之後嘅退休生活做儲蓄規劃，因為呢個世界會發生根本性嘅變化，唔再需要以而家嘅方式去存錢。所以將來喺醫療同教育呢2個最核心嘅領域都會迎嚟顛覆性嘅徹底整改。佢講得好直白，未來讀大學除咗社交價值幾乎毫無意義，因為知識獲取將會被 AI 老師全面取代，而且係嗰種10項全能嘅超級導師。另外喺醫療方面，人口大國將會迎嚟春天。佢預測喺5年之內，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夠獲得更好嘅醫療護理，譬如 AI 診斷同機械人外科手術，會令頂級醫療實現真正嘅全球民主化，徹底解決社會民生問題。佢甚至認為衰老本身並唔係一個哲學問題，而係一個工程學問題，而且已經接近被解決，亦即係話未來人類平均壽命將會大幅度被提高。而之後佢仲描述到星艦好可能係人類用自己嘅生物大腦喺 AI 全面接管之前所能完成嘅最後同最偉大嘅工程。呢一句話其實就等同於一條清晰嘅文明分界線。但係當我哋完成咗能力範圍內最偉大嘅事，我哋人類嘅存在本身究竟仲有冇意義？而針對呢一個終極問題，馬斯克就將話題轉移到哲學上。佢講咗一個終極假設，就係之前虛擬世界嗰期講過嘅，我哋好可能生活喺某一代模擬世界入邊。所以如果呢個假設成立，咁就代表咗只有有趣嘅文明先有資格被持續運行。因此為咗令我哋創造嘅 AI 會對人類持續友好，佢就提出咗3條使用 AI 嘅底層原則。第一就係千祈唔可以強迫 AI 講大話，如果唔係，人類文明一切嘅努力都會被 AI 取代。第二，培養好 AI 嘅好奇心，佢哋先會覺得人類值得共存。第三，有美感嘅智能先可能創造一個值得生活嘅世界。就好似我哋唔想培養出一個淨係識科科攞滿分、一台毫無情感嘅讀書機器，我哋要培養出叻仔叻女，識得欣賞音樂、熱愛大自然，會令生活變得更美好，同時可以同人類產生共情嘅人工智能。去徹底幫助我哋去改變學習模式，從幾千年傳統嘅向人學轉變為向 AI 學。其次，如果呢一日真係無可避免，我哋的確要停止為一個可能已經唔存在嘅未來做過渡性嘅規劃。就好似馬斯克原話講嘅咁，寧願做一個犯錯嘅樂觀主義者，都唔好做一個正確嘅悲觀主義者。因為喺呢一個指數級變化嘅時代，樂觀本身就係一種生存策略。不過呢一場關乎人類文明嘅重大升級，其中涉及到太多利益，所以各位又會唔會相信伊隆馬斯克所講嘅一樣，喺未來3至7年就可以實現？另外，步入 AI 時代，大家都唔需要太過焦慮，因為弱肉強食永遠都係呢個社會嘅生存法則。咁我今期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好多謝各位嘅捧場，我哋下期再見，拜拜。